報告：數據寶寶，我發現好多機構都開始俾員工喺工作上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喺數碼時代 ，AI 發展迅速，好多機構都用 AI 嚟提升效率，但安全同適當咁使用 AI， 包括生成式 AI 工具，都係不容忽視。員工一般會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作咩用途？生成式 AI 的確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同用途㗎，可以用嚟做數據分析、草擬會議記錄，仲可以用嚟協助設計圖像同生成影片等等，真係有好多用途。好方便啊！係啊，但係方便嘅同時，要留意員工係咪適當地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如果隨便將個人資料等敏感性資料亂咁輸入俾生成式 AI 工具，可能會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㗎。咩話？唔使咁驚，只要有適當嘅指引，大家都可以合法合規咁使用 AI 工具。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已經發佈咗僱員使用生成式 AI 的指引清單，協助機構制定員工喺工作時使用生成式 AI 嘅內部政策或指引，以及遵從私隱條例嘅相關規定。等我同大家介紹下指引清單嘅主要建議啦。機構制定生成式 AI 嘅內部政策或指引應該涵蓋咩範圍？指引清單建議範圍應該列明政策適用嘅對象，例如係全公司或部分員工獲准使用嘅生成式 AI 工具或者 App， 同獲准許使用 AI 工具嘅用途，咁就可以確保員工知道用咩同點樣用生成式 AI 工具先啱啦。公司指引要清晰，用啱生成式 AI 你要識。點樣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指引清單建議機構嘅生成式 AI 政策或指引應提供清晰指示，例如講清楚可輸入至生成式 AI 工具嘅資訊種類同數量，例如包唔包含個人資料，仲有輸出資訊嘅獲准許用途、輸出資訊嘅獲准許儲存方式同相關資料保留政策等等。輸入適當嘅資料入生成式 AI 工具，私隱唔怕外泄。喺實際上使用生成式 AI 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指引清單建議機構要講清楚，唔可以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進行非法或有害嘅活動，同埋要留意生成嘅內容有可能唔準確或者唔合乎道德㗎。機構要提醒員工要 check 下 AI 生成咗啲咩內容先好用。機構仲可以提供指示，講清楚幾時將 AI 生成出嚟嘅文件或者影像加個水印或者標記，提升使用 AI 嘅透明度。內容嚴格審查，資訊透明有保障。機構點樣喺使用生成式 AI 嘅時候保障數據安全呢？指引清單建議要保障數據安全同減低資料外泄嘅風險。機構應該講清楚邊啲員工獲准使用邊啲核准嘅電腦或工作裝置嚟取用生成式 AI。指示佢哋 set 埋獨特又高強度嘅密碼，同使用多重認證登入有關工具，跟足晒機構嘅保安設定就最安全。限用公司設備，防範資料外泄。如果真係發生 AI 事故，要點做？機構應該制定 AI 事故及資料外泄事故應變計劃，要求員工根據計劃報告同處理 AI 事故。AI 事故可以包括涉及 AI 嘅資料外泄事故、未獲授權下輸入個人資料、異常嘅輸出結果，或可能涉及違法嘅輸出結果。遇到 AI 事故要冷靜，即時通報先係醒。點樣確保員工唔會違反機構嘅 AI 政策或指引？機構應訂明員工違反 AI 政策可引致嘅後果，並定期為同事提供培訓。培訓支援做得好，使用生成式 AI 冇難度。只要大家齊心協力，跟足指引清單，制定生成式 AI 政策或指引俾員工遵從，生成式 AI 就會成為我哋嘅好幫手，一齊建立安全嘅生成式 AI 工作環境。安全使用生成式 AI，個個做得到。